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博士。今日3月25礼拜二吼，拜二咱嘛会来看一寡较短期气候的部分。另外，好朋友关心咱清明假期期间的这个天气是安怎样详细甲大家好朋友做说明吼。咱今日甲27号同款，天气真稳定真好天，中昼通有伫外口散步晒一下日头，因为28号开始到30号较强的东北季风落来所以桃园以北甲宜兰遮温度有较明显的降低，而且水汽嘛较济所以咱28甲4月初算讲较贤落雨当然伊这落雨的这个范围每天的情形是无啥共款的。另外咱4月初2甲4月初4算讲是中昼了有西北风这个天气另外爱特别提醒就是讲，咱4月初5暗时甲4月初6主要是受到锋面的影响。短期气候部分咱伫上后壁则甲大家好朋友来做说明。先来看雨水部分3月25甲29算讲雨较少主要是咱28、29、拜5、拜6这两天差不多咱的这新店、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台东这边较有雨。咱3月30礼拜即天因为受到锋面的影响咱各地拢有雨所以咱看讲3月30甲4月初3这5天迄水汽较济，主要是因为30号这边的雨是较济。另外咱4月初4甲4月初8嘛是全台湾拢有雨，其中是伫4月初5暗时甲4月初6的雨啦所以我头先甲这咱清明假期的期间咱甲拆开看较详细所以咱的好朋友嘛真关心咱清明假期期间是毋是拢一直落雨当然啦，咱若看讲这5天的平均咱可能感觉敢若是5天拢咧落雨，其实咱的好朋友若详细伫听我这边的这个说明，就知影毋是安尼情形咱来看台北站未来14天的这个雨水甲温度的部分咱共款25甲27算讲中昼这个温度有较热一撮咱28甲29这两天咱北部这边的雨较明显，30甲31受到锋面的影响，是全台湾各地拢有雨。另外就是讲咱差不多4月初1、4月初2、初3遮是这个西北风这个天气啦所以主要伫山区这边较明显。另外就是讲咱4月初5暗时甲4月初6遮佫有锋面的影响提供咱的好朋友做参考。温度的部分爱特别提醒就是讲咱这拜528号遮温度有较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咱受到较强的东北季风落来所以温度会降低较明显咱来看短期气候的部分，算讲咱甲4月24进前咱的这个春天看起来有较济当然啦，顶回看到资料雨较明显即马看起来雨嘛有较济，但是较明显的所在可能是伫咱的这个北边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然后24了这雨慢慢就变较少当然这较后壁，这拢是较后壁的资料啦咱就是伫拜2、拜5拢会来看短期气候的部分，咱甲一步一步来看就好温度的部分同款咱伫这个清明假期过去了温度慢慢较明显的回升看起来咱4月份温度会较烧热啦所以咱今日重点来讲咱明仔载26同款天气真好天，27号中昼了咱南投嘉义山区有一寡云较厚喷淡薄咱28爱特别提醒28甲30受到较强的东北季风的影响当然28即天佫有锋面所以苗栗以北甲宜兰当作是有局部短暂雨苗栗甲嘉义以及宜兰花莲台东遮花莲台东遮嘛有一寡湿毛仔雨啦29即天咱是新北市的山区，宜兰遮会喷淡薄中昼了台中以南的山区有南山的短暂雨30号遮佫一波的锋面的影响咱新竹以北、宜兰花莲台东以及嘉义以南局部短暂雨中昼了各地嘛有这个拢有局部的短暂雨31号即天是嘉义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短暂雨4月初1苗栗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有局部短暂雨4月初2开始咱是算讲咱南投以北甲宜兰花莲台东雨比较起来就较少一撮零散的这个短暂雨4月初3、4月初4是山区中昼了有西北雨4月初5咱中昼了各地有零散的这个短暂雨暗时开始4月初5暗时甲4月初6咱受到锋面的影响4月初5暗时彰化以北甲宜兰遮就当作是有局部短暂雨咱4月初6各地有局部雨所以咱大家看讲，虽然讲咱看5天的平均
敢若全台湾各地有哦，但是咱若看讲吼，咱即个重点较幼诶即个重点，咱就知影吼，伊即天气吼，一工诶变化拢无相像。短期气候部分诶，咱吼4月初6甲4月24吼，算讲桃园以北甲宜兰遮雨感觉有较济一撮吼。温度来讲，4月份吼，看起来较热诶即个机会是较悬。以上是咱吼未来10天天气诶重点，以及短期气候诶部分，提供互咱诶好朋友做参考。最后，祝大家好朋友，咱好好享受吼，咱即个中昼即个日头啦吼，中昼吼食饭饱吼，通小伫外口行行散步一下吼，嘛是袂歹哦。最后祝福大家好朋友，今日工课一切顺遂，拢平安。